我跟你讲哦，这船啊有真侪宝藏，摕宝藏进前，咱看头前，大声讲出来是啥物队？阮是爱行正营队。好，自我介绍，你是？我是小晴。大家好，我是俊阳。大家好，我是金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尤谦。哦，佮有四位听友队要来摕宝藏，是讲船长，我拄则呢一直敲电话，要甲你联络一下，甲你讲我要来摕宝藏，是安怎你拢唔接电话啊？无啦，可能哦，我人先头晕，袂记去充电啊，手机也无电啊，都嘛接袂着。啊，佮有啦，大兄，小静，你两个哪咧无咱无咧，安尼无真实啊？佮讲你是破病啊？我那规身躯拢无爽快，气只痛，我感觉我是家老紧啊，小姐我直直困，拢叫袂精神。叫袂真实。你有看阮三个哦，今仔日安尼这无爽快，啊，你互阮请假一下啦，明天再过来啦。请假？听下对，你敢有想要摕宝藏？有，大家拢想要摕宝藏，咱若是想要摕宝藏，就要去因伊的水。我甲你讲哦，大虾就该张惠妹，等者你就讲哦，张惠妹来啊，这是你的工课。开始。张惠妹来啊！张惠妹，我无介意啊，我介意的是赵逸轩啊。你是在讲啥？这红棍刚好啊呢。袂听呢，我卡老紧。哎呦，好起啊！还有小静，啊，等者你要大声讲，小静你会无乖哦吼。开始。小静，你会无乖？啊，啥物？我会无乖？这样给，回来啊，会。小静，啊，你拄则不是讲你咧困，你即摆用清洗啊？我困吧。哦，你困吧，安尼即摆剩一个船长啊，到底是要讲啥咧？船长。啊，是谁啦？喂，哈，我伫无闲啦，我即摆咧找借口要请假啦，啊，假无爽快啦，啊，搁咧想讲要安怎讲，哈？订衣我拎，订钱啦，我不爱订啦。订衣我拎，对对，你头先讲啥？来，你先来甲我头前，你先来头前。安怎？什么？你拄则讲你手机也无电，嘿啊，即摆用有电啊，你安尼足奇怪的。你三个人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哦，啊对吼，阮久无放假放啊久啊啦，啊我就是还袂准备好要互恁来摕宝藏啦，才找这借口。哦，我知，这就是人咧讲的休假症候群啦。意思就是讲吼，你放假倒来了，啊，毋过你的完成还是无倒来，你爽无够开，啊，你的心思无法度放伫你的工课，佮有学习的顶面，敢若受到要爽的代志，无法度专心，啊，你豆你就会拖时间，啊，最后你就赶进度，这到最后就变成恶性循环呢。你这是安怎？头一步你会当整理环境。啊！你咧整理的时阵，豆甲你迄先安尼收转来，啊，亲像你后壁安尼哦，遮哩乱糟糟，佮有册啊，佮有文具，咱听下对，甲伊斗三工节吧吼。啊，不来斗整理啊，好不？斗整理。啊，嘿，大家做伙斗整理啊。来，靠边两面啦哈。我就当的。来，大家斗整理。啊，摆好。整理好，看起来心情加偌好咧。对，啊，整理好势，第二步真简单，了有一个目标。有一个目标了后，你就有精神。我直接要请问一下船长，你有啥物目标？守护宝藏，就是我的目标。这真重要。即摆目标已经找到，第三步就是要做运动，和你的大脑清晰。啊，拄则你毋是讲爱守护你的宝藏？对。拄好，即摆阮就来摕宝藏，啊，互你豆收心。这个 idea 袂歹吼。我感觉你甲让你以为迄含这内底呢。要紧，毋过我感觉伊听了伊这个方法，我感觉规个人精神拢来哦。啊，毋过咱精神来啊，恁精神敢来啊？来啊！准备好要摕宝藏啊未？好。哦，看起来恁精神嘛来啊。你无够有精神。有精神。你有精神无？哦。准备要甲宝藏收起来无？收。好，来。
准备接招，赢来个！叫阮的名，即管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新着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安呢。来咯！要来好鱼仔哦，爱好准哦。爱有神着，才有机会去讲答案，知无？是。啊，即个主题是甲个性有关系。个性，每一个人个性拢无共款就。像我的个性是较避暑的，啊？啊，有的人是做活泼的。啊，你就是拢无了解你家己。是。哦，我是爱人，我无毋是。啊，有的人是爱人，有的是伊啊。啊，我的个性是较。你是逼人，你有讲别的，你有讲别的啊咄咄逼人。好啦，有当时也是共逼啦。好啦，因可能每一个囡仔个性拢无啥共款。对啊。啊，你头壳顶什么字？敢知影？姓姓、像给家、生生、都张，嘿张。好，要安怎来摕大片咧？拢总有15尾鱼啊，4地有1块大片，8地就有2块大片。看恁的表现咯，准备接招，赢来个！给啊，给！你位啊！谢谢啊，谢谢。哦，看鱼啊，唔是用身躯去接啦。香，第三位你是第三嘿，位你讲看法。你较真实的好无？草啊丢摕较底，摕较底。哎呀，来，我啊好，可能会无看尾哦。来较专心的哦，较专心的。丢。来。哇！开丢。三兄好快赢掉。一起，我难道只有我行吗？来，继续。无接着。来。晶晶，丁接掉。谢谢。不行。我就压四位啊！什么唔惊穿？啊，看无着的。看无到的人叫啥？肉。等一下。车吧。什么？没，拍谁？哦，白哦，那是无对啦。记住要四位。冻姐。勇敢掉。好，来。好嘞。对哦。啊！哇，这鱼啊，敢有遮歹神？哇跳跳，有啊，啊，可能搁爱搁练习者。你等去厝家己去买一支啊。鱼啊，恁就是爱买活的，等去练，安尼才会准。哎呀，博咧偷看，无好。没啦，来，你也较激。来复习一个，什么的唔惊穿？车妹，青梅唔惊穿，大声念一个。唔惊就是伊就是看无，所以就算讲穿拄伫伊的头壳顶，安尼伊敢知影？是不是唔知影？唔知啊？所以就意思是讲，一个人唔知影惊，唔知影惊，了解哦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咱来看卖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今天啥是4地，1块大片尔，请提。来，摕着大片大小念出来，台湾农产品。好，来大起你。大 K 你哦哈。是的。快紧哦，豆豆来了只。好，第一关1块大片，咱有收起来。后一关咱继续准备接招，行来个。甲我做伙耍，
一位探险队员负责刷图，见刷一步，下底就会出现一条题目，其他的队员回答了，才搁继续。在规定的时间内，这乱去斗图，恁敢刷会转来？希望恁如母如花，准备甲宝藏讲拜拜。刷图要来摕大片，安怎摕大片？先直接甲恁讲，刷到4题，就1块大片。你若是全部拢对，8题拢对，就2块大片。安尼知影吼？怎样？啊，毋过讲出共运的字哦，你若去激头脑，一起去想看卖啊讲，这共运的字有啥物字？无咱来试看卖者，小可练习者，像是我现老啊，阵的老，后共运的考啊，考嘿考，考对考啊考，考啊，对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哦。所以你若去一直念迄个音，一直去读。啊，另外一个字就会走出来。来哦，共运的字到底通啊讲到几题咧？现在个，刷落好，开始刷，开始刷哈。来算。来 U，另外一个共运的抱起来。酒掉。哦，酒。来，来，进来，来。哦，谢，对，哦，谢，水。来哈，好，来，哦，搞，真好，就来，好，刷过哦哈，来，跳，腰，不要很该继续刷，去激头脑哦。咱做伙加油， ，I O 是 U，哎，又来吧，修，嘿，就修通等掉。哎呦，好来，进，来 G，A，共运的 G，掉。我，这会当过来，不要紧，你会当过来遮，嘿。家己想哈，来，家想哦。来来，U I 是 V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掉？这个甲刷过，对，这个甲刷过，这个甲刷过就对了。这个刷过。这题甲刷过，关。这关就表现得真好。哇，真正有去激头脑都无共款，一起去读迄个音，字就自然走出来了。对，这个讲为什么？我为什么？就真正为什么啊袂歹咧。 ？U I V 胃寒，胃寒，哎对，胃寒。胃寒啊，就寒哦。喙安，翠安。安，好，来后一个，头先是 U I 嘛，即摆换 I U。油啊，所以油啊，袂歹哦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大人会啉酒，大人拢会啉酒，啉导游，好，来后一个鸡，E 是 A， 青鸡，哦鸡，狗鸡，对鸡，谁运动的谁嘛，谁甲谁拢谁牙齿，好，来看卖啊，哇，一关8题拢互恁刷掉啊，通啊摕2块大片啊！可以去摕哈，来，你开始。你这大片大写甲念出来哦。你去摕，摕2块。海鸥啊，好，再来，多一个，相容，好，来，大吉哦。啊，你嘛摕3片啊？哦，我摕到3片啊！好，所来就是第3关了。袂当去放水啊！袂当，准备接招，现在个。
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厝的，另外两位就会当看题目做句，伫网啊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要摕宝藏，绝对毋是戆人想的遐尔简单。东宫国小的探险队，我拖一下。来啊，上尾关哦，敢有把阿甲两块大饼摕去？无，无，无啊，嘿对，无可能，老师，就是这种精神，这嘛是一种态度。对对我就是无法度，啊，毋过我最后我试过对对好。我试过，我拍这个变看卖啊对是，对对，这关就是要甲动物赶转去，嗯，哦，爱赶到位哦，赶转去伊原本的所在，对啊，啊，赶转了后就爱做句，了解哦。嗯，你若是甲两只赶转去，两题就有一块大片，啊，若三题拢对，就两块大片，有清楚无？有吼，好，安尼会使就位啊，请就位。好，来，注意来，啊下一哈，位，到底伫个第三关通啊摕到几块大片咧？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，好，开始啊，加油！加油嘿，赶紧加油者哦！啊，你讲的时阵较轻的哦，这较轻的，这较轻的，较大力这较嘿，轻的啦。过头过头嘿，一个人就好，一个人就好啊！我两个人的风流歪去哦。真正是哦。好，来这两位，安尼有够啊！好，好，来，听讲，先安怎？到时才安怎？一个人就好，一个人就好啊！我两个人的风流歪去哦。真正是哦。好，来这两位，安尼有够啊！好，来，听讲，先安怎？到时才安怎？我先买食早顿，到时到有进行生游戏。哎呦哎呀，会过关咯，已经诶。较慢笑惯咧，啊，不过有伫想，然后这个过程，我以为豆豆在接头呢。对。袂歹哦。加油加油！啊，要到伊的厝的时阵，一个人开就好，一个人会就好啊。到伊的厝的时阵，一个人。今麦中秋节要到啊吼，所以吼，哎，先练一个啦，对，人家不要都行练一个吧。手势，啊，一个人就好啊。无遮好赶啦，若遮好赶哈，阮的宝藏就是永远拢输袂起来。哇，啊袂啊袂啊，较大力一点走出来，一定较大力。一定玲珑西啦，啊你想听讲，安怎无偌久安怎？老师无啊，久就要来上课。哦对，阿姐，好，来，哎呦，病哎病我对伊非常有信心啊，不要跟他哩背袂以后都等去吗？伊绝对伊就无爱等个压厝，脚力，伊是鸭啊呀，开呀开呀，大家好，好吧。还是互伊等去到这食个。袂使迄叮咚的，你是。哎呀，来，听讲，误会甲过节，我误会，我阿爸要偷食龟子，是，哇，好啦，过啦，对了过啦。无偌久，安怎无偌久安怎？搁想看觅有别句。我阿爸讲我无偌久就要困啦。哦，会用诶。呀，啊，误会甲果子有无？误会甲果子，换你两个试看觅。我5岁时阵食果子，我毋是误会，是误会，你千万唔通误会。啊，哦来，原来桌顶的果子毋是你买，是我误会。啊，拜拜。好啦，毋管是啥买，恁拢通啊摕到两块大片来。好，你去哈。我漂亮出来哦，啊，手会当放下来啊，好，金色还是色起拢会用的。金手，银色，恁甲好无？另角，好来，大吉利，大吉利哦。会当耍哦，会当耍，可以转。会当耍哦，哇，无简单最嘞高，对，敢若摕到一块大片，安尼积嘛积到5块。嘿啊，啊，毋过敢摕到宝藏嘞，
尹大家，来自家人的探险队，要来提宝藏啊！敢有信心？无，唔笑噶，有啊。我这个头先要摕头前迄两块大片无信心，啊，毋过因就是摕到两块啊。厉害啊！啊，你敢有想要刷位？刷位，敢有要刷位？大片要刷位无？哦有啊，伊想要刷，来，你想要刷你就刷。这里好，加，安尼，加，就安尼哦。上新的安尼你会使排登去好，。来这个所在哈，好，好，啊，你手甲花咧，懂了。哎，飞一块一空较大来才有准算哦，一定要超过金座哦。到底敢摕到宝藏咧？车飞，小贵金色，哦，一锅一啊卡，好，啊，你惨嘞！做恁这种飞掉，收下啦，我很期待。收下啦。原表伊头伊用做恁这种飞掉呢。哎呦哇，手表啊，上手表啊，32。哇，哎，这第三关几乎拢是扣一呢。真正的呢。我今仔日送的是囡仔的手表啊，这手表哦会使耍游戏，搁会使翕相。那真好啊，啦。搁有音乐无？伊搁会使算你行路啊，几步拢有。而且伊迄顶头佫通啊有足侪图通啊选，对啊，你搁会使饲鸟饲啊呢。真好。你足够耍位的咧，你敢活喺坑呢？而且台语嘛就好讲。对啊，真正的。啊，今仔日参与落来心情啥款？欢喜，欢喜啊！喜，欢喜，啊，摕到宝藏咧，欢喜。更加更加欢喜啊！啊，你咧？好算。甲丁球，紧张，紧较紧张，紧张。淡薄紧张就对了。好，啊，景仔你咧？欢喜，欢喜啊！欢喜啊，，有欠你咧？欢喜。嘛是欢喜啊！好啦，继续欢喜啦！甲这个宝藏炸转去，一定足欢喜的。继续练台语，讲台语，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！大家爱台语。再会啊！